好，今次同佢講下連續3屆都意外地出局嘅意大利。咁其實意大利咧往時就係一個出名防守嘅國家隊啦。咁啊，今年嘅往時亦都係自從保方之後，咁啊出現一個歷屆話雖然係保方之後嘅最強意大利龍門啊，當拿魯馬啦。咁啊，當拿魯馬有冇幾多實力啫就唔知啊，但係好明顯就好慘地連續3屆世界盃咧就外圍已經出局啊。咁其實佢一半你可以話關當拿魯馬事啦，但係另外一半就其實你關你球員事嘅。好明顯就係、當你踢少一個嘅時候，你全都係完全攻唔到入啦。咁你啲球員就可能心急，質素未夠啦。而另外一方面就係好明顯喺十二碼，意大利我諗輸十二碼嘅國家數據咧都非常之多，完全係唔識射十二碼嘅。首先唔好講話俾對方嘅龍門撲出而無法啦，而係你自己完全射出界同埋完全係中楣，即係你完全係一個好失敗嘅十二碼國家隊。而一個咁高質素嘅防守同埋進攻國家有3屆冠軍，你竟然射十二碼係完全自己射失晒，亦都係絕對令人失望。咁亦都係一個啦，當拿魯馬被譽為自從保方之後最強嘅龍門啦，亦都係英超曼城嘅龍門啦。咁但係自從由呢個巴黎去咗曼城之後，佢又好似完全一個未至於水貨嘅，但係令人好失望就係完全睇唔出佢點樣撲救啊，蝕比較少，只會覺得佢完全係一個變相完全係降質素嘅龍門咯。咁希望下一屆意大利有機會進軍翻世界盃入翻決賽啦。因為其實意大利你可以話，但係好明顯就係佢需要呢個前中後都需要去揾一個帶翻出嚟啦。我諗自從迪比亞路或者係更加再之前嘅巴照之後，起碼都入到世界盃。而家呢一隊就今年嘅世界盃完全未知仲有咩球隊入到啦。咁但係睇翻你完全意大利一個咁經典嘅足球國家，連外圍賽即係連外圍賽都出唔到先，係完全令人失望。而仲係輸喺十二碼手上，而十二碼就係唯一就係輸俾自己射失嘅球員，咁令人失望啦。咁再講下其他國家嘅球隊啦，拜拜。